我们一起用一个很 passion 的舞蹈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我们欢迎我们夏令营的同工来见面，为我们带这首歌。赞美主圣名，赞美主圣名，赞美主圣名，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。是的，上帝膏油就永留在这里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，我们来读现在的金句。在诗篇104篇第33章说：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欢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喜乐从他而来。阿们。我们的喜乐从上帝而来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接着要继续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宣告，我们的赞美。准备咯！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是蒙福的子民，我是蒙福的子民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一起来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。一起来拍手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用掌声来荣耀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也谢谢我们同工，谢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这么喜乐的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谢谢你的应许这么的丰盛，而且永不改变。谢谢主，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赞美你。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伏笔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雨里你捧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
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是的，主啊，荣耀都归于你。让我们继续用副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应许所有的美物要给我们的神，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慈爱，所以我们要来细数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要感谢你一早起来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，我们要感谢你。我们更要透过你的话语来看见你是怎样爱我们，你是怎样应许我们，你是怎样摆各样的美物要满足你的儿女们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年轻人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线上弟兄姐妹哦，我们要来看上帝的话语，他是怎样的神？他是爱我们，爱到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。还有呢，他愿意给你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看看。来，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不要忘记他们的仁慈。他赦免我所有的罪，他治好我一切的病，他救我脱离死亡。他用怜悯慈爱环绕着我，他用种种美物来满足我，使我青春常驻，健壮如鹰。哇，这里面看到什么？青春怎样？你要不要？永远18岁好不好？好啊，哦，永远健壮如鹰好不好？哦，不用去重训哦。他用各样的美物，各样的美物，人看为好的，神看为更好的，要给你，要满足你哦。人没有办法满足我们，但是这位上帝可以满足我们。最重要是他要叫我们脱离死亡，所以里面有全人的满足，全人的医治哦。你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？跟你的旁边说，你就是上帝看中的宝贝。所以上帝看你为宝贝，他一定会将各样的宝贝、各样的美物在基督耶稣里要给你哦。好不好？我邀请大家一起来感谢上帝哦，说哇，你要将一切的美物，甚至哦内在外在的都给我，连以后我人所惧怕的死亡，他都要怎样救你脱离这个死亡的权势哦。这位上帝对我们那么好啊，就是耶稣来到世上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感谢，来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感谢他赐给我们的应许，感谢他要医治我们，感谢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感谢他要使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谢谢主，主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，你是赦罪的，你是满足我们各样这心愿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使我们脱离死亡权势的主。主啊，你是让我们青春常驻，你是让我们能够心灵得满足，可以看到永生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是给我们有机会来这边感谢。凡有气息的都要向你来感谢，因为我们能够呼吸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活动都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所有的活人，凡有气息的都要来感谢赞美你。主，因着你的慈爱，让我们面对可能人生有好多的这些的病痛，甚至我们有一些的忧郁，神，你都要医治我们。你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看重我们，特别是这些年轻人，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贝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为他们而来，你为他们付上代价，你要给他们有永恒的盼望，你要给他们有活力，有青春，有健壮，如鹰要展翅上腾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真的是很好，灵里面的、身体的、思想的、情感的，你都可以满足我们。特别是一直到永恒的，没有人可以给我们，只有你。所以我们要颂赞，我们要感谢，我们将一切的感恩献在主你的面前。特别为这些孩子们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让主你来使用，我们献上感谢。因为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还不那么深刻的认识你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在他们参与这样的一个祝福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，神你已经赐福他们，你已经给他们能够与你亲近的管道，你赐下祷告，可以让他们随时跟你赖，随时跟你连结，让他们知道你是智慧的源头，让他们知道你是爱他们的。谢谢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，将一切的感恩都归给你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。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无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是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的应许都会应验，你的慈爱永长存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先认识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值得被爱的。你让我们从那看似不起眼的灰烬中被你带回来。主，我们要献上赞美，献上感谢。我们来到我面前，我们继续来唱。你将我从灰烬里拾起，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，父神，我愿更多明白你心，了解你为何微笑，为何哭泣。我活着不再为自己，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。父神，我愿与你同行同行，能与你一起微笑，
地而去吗？愿意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宣告。体贴你心意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渴望，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，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。我祷告，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我渴望，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，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。我祷告，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，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。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，结出许多子粒，祝福这地。爱我们的主，听说你爱我。刚才我们也听了，不管是杰轩姐姐赞美这一位创造我们、呼召我们、叫我们来这里，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唱歌。这几天我们可以感受到，我们好像很有用，感受到这些孩子，我们所服务的孩子，他们竟然这么爱我们，我们竟然有这样子的影响力。我们更听到尤伯牧师像父亲一样，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宝贝。主啊，听说你是我的主，听说你是我天上的父，听说你是把我看作宝贝，但何以现在我只有嘴巴说我是宝贝，但我的内心呢？我的内心好像仍然浮现出过去的种种。主啊，我仍然我的心一幕一幕的被过去的这些画面所撕裂，我好像又回到过去。爱我们的，也让我们这几天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一位，我们称为耶稣基督、上帝、圣灵。你是同一位，只是你是不同的心态来爱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说不出，我们只能感受到此时此刻。主，我们真的感受到，有人感受到我们心的纠结，感受到过去原来一直有一位爱我们的。虽然过去我不认识你，但你却早就爱我，让我今天才能够在这里。这几天我们只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那个感觉，在这里真的很好，但我们真的很怕像过去的经验，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又被
破那个梦幻一样，我们很怕，我们怕再一次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一次承受那样子梦幻的破灭。主，你知道，就在今天晚上，你再次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再被过去来定义我们，而是从今天开始，从此时此刻，此时此刻，如果你希望这位主进入你的心，使你的心重新的有一颗新的心，而不是破碎，而不是像石头一样麻痹的心，而不是总是一次一次的被伤害的心，你想要重新再来的，好不好？音乐牧师邀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会跳的心脏上。原来你一直都在啊，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，直到我们的心不再跳为止。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爱我们。那不是天赋，那什么才是天赋呢？什么才是爱呢？谢谢你，让我们重新再来。而且这次我们不会失败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必伸手扶持。你像天父，不是这地上的父亲。我们地上的父亲，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，他伤害过我们，但他不是恶意的，他就是不懂，不知道怎么对待我们。但主，你懂我们，你也有能力，你爱我们那个我们不可爱的，你爱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想爱我们自己的。主啊，你没有放弃，主，你给我们勇气。谢谢你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自己，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，说你有恩典，你充满怜悯，你不轻易发怒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你不长久责备，你不永怀愤怒，你不按我们的罪过罪愆来罚我们，你不因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。天离地有多高，对敬畏你的人，你的慈爱也同样的宏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你使我们的罪，使我们的错离我们也那么远，只因我们现在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认错，我们愿意重新再来，让你好好爱个够，让你爱我们到底，我们就跟随你到底。你不放弃我们，我们哪能放弃我们自己呢？谢谢你像父亲一样这么爱我们，谢谢你用你的手抱我们，在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你，我们就有了一切。谢谢你让我们是永不失败，在爱的这条旅程中，你要扶持带领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谢谢主，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可爱的人，成为一个主，你永远爱我们。谢谢你，也因此我们成为可以爱人，特别我们先爱自己，爱身边的人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会持续的来祷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今天有为夏令营的这群同工们预备祷告站，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还没有这样的体验过，所以我们的营长
这时候会带领我们的同工一起到我们有预备的这些祷告站。那在这个祷告站里面呢，会有一些需要。那我们的祷告就是透过我们所说的话来祝福这些事情，来祝福这些需要。所以如果我们是当中的夏令营同工，我们可以起立，然后就跟着我们的营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前往我们的祷告站。那我们弟兄姐妹呢，在线上的，在实体的话，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祷告。我们要来为肢体的身心灵来祷告。我们要来一起读这段经文，请。可是他们一呼求，上帝就垂听，他顾念他们的苦难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上主记起他的约，由于他的慈爱，他回心转意。如果我们有一起跟在这个迦南之声，我们应该还没有读到，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读到。其实是讲到说人会陷入在苦难中，有很多的原因，不是那么单纯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可能是因着人自己的罪，因着环境的这些远离上帝，甚至因着整个国家他们离弃上帝，他们不认识这位主，所以他们就陷入到那个苦难当中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弟兄姐妹陷入到苦难当中，可能我们不知道，就像刚刚的祷告，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，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对待关系，不知道怎么好好的来对待不管是我们的身心灵。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来为我们的身心灵来祷告，我们要恳求主来保守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。如果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对这位神不认识，可能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，我们的做法就会让我们使我们的身体心灵受亏损。恳求主来帮助我们，特别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身体上有需要的，恳求主的医治临到。在灵里上有需要的，在心灵上有需要的，真的是经历到神的释放，在身心灵得到自由，也为我们当中丧失亲人的来祷告，真的是得安慰。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的肢体真的是经历神医治的，我们也要为他们来感谢。这个时候我就邀请大家为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是你，可能是身边的人，肢体身心灵有需要的，我们就开口为他们来祷告，为他们来祝福，为他们来恳求主的医治，为他们来恳求主的同在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说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你应许我们，主啊，你听见我们的祷告，主你说你听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在那个祷告中，我们经历到主你的医治，也经历到主你的释放，也是听祷告的主，也是不以我们的过犯罪孽来对待我们的主，也是带领我们因着我们回转向你，我们悔改转向你，我们就得着医治的主。谢谢你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恩典，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我们可以为我们身边的肢体身心灵的需要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主你来保守在我们刚刚的这些祷告的事项当中，主啊，更多的是我们的身心灵，我们肢体的身心灵要得着从主来的医治，从你来的同在，你的真理来带领我们活出那正确的生活方式，活出那正确的优先顺序。主啊，是以你为主的先行顺序。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。圣洁公义大巴父，谢谢你，又让我们一同聚集来到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谢谢主，我们人算什么，已经眷顾我们。谢谢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让我们重新恢复是神你尊贵儿女的身份，让我们可以一起在殿中，我们彼此称弟兄，彼此称姐妹。父啊，我恳求你恢复我们那颗起初爱你的心，就像这一群年轻人来到你的殿中，他们单单听闻有你，就愿意相信有你。主啊，当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，许多的祷告不被应允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灰心了，我们失望了，甚至不再相信主你是怜悯有丰盛慈爱的。我们陷入在病痛的折磨当中，陷入在经济的困难当中，陷入在
关系的不正常的当中，父啊，求你医治我们的心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再次医治我们的心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你爱我们。谢谢主，你愿意领我们归回你，让我们转面向你。你父亲的慈爱就转面向我们。谢谢你，我要为许许多多来到你的殿中，因为在急难中呼求你的祷告，你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得到医治的这些弟兄姊妹来感谢你，主，因为你信实，你是公义，你有丰盛的怜悯与慈爱。那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那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。当我们转面向你，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，因为我有相信你是那可以拯救我们脱离那病痛，不论是我们在失智的家人当中，不论是我们在身体渐渐疲乏老去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加添能力。只要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疲乏的心，你赏赐给我们力量。谢谢主，谢谢主恩待迦南教会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建造。主，谢谢你，当我们弟兄姊妹有病痛有苦难的时候，父啊，求你让我们有像主耶稣基督的心一样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得着我们的心，如同我们也要得着你的心，让我们有像你一样宽容忍耐怜悯的心，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陪伴他们走过生命中困难的地方，如同当初你怎么样陪我们走过那低谷。谢谢你将我们从淤泥中扶起，让我们抬起头来仰脸向你。父啊，求你的脸光就照迦南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满了你丰盛的恩膏，盛满了你所有的祝福，不论是在我们的经济上，在我们亲子的关系当中，在我们人生盼望的梦想当中，在我们的生病苦难当中，我们都要起来称颂赞美你，因为唯有你是善，唯有你是美，唯有你是恩典，唯有你是医治。谢谢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主，让我们随时依靠你，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谢谢主，你恩待我们，感谢赞美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要继续来祷告。我们的主不仅是我们身心灵的主，不仅是我们肢体身心灵的主，也是我们国家的主。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我们要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，诗篇102篇12到14节，请。但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世世代代将怀念你。你要起来，要怜悯锡安，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时机成熟了。虽然锡安已被摧毁，你的仆人还是爱他；虽然他已成为废墟，他们还是怜惜他。人都会有怜悯的心，何况我们的神，他更是怜悯我们。特别在我们在那患难当中，或许因着我们自己的不是，我们陷入在患难中；或许因着周遭的人的不是，我们好像牵连在其中。但是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，是怜悯的主，我们所等待的一定会来，就是神的公义一定会来，就是神的掌权一定会来，就是神他公义的审判一定会来。所以我们要来为国家来祷告，恳求主真的是保守在国与国之间各样的争议跟战争的困境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不仅是辨识出那人的私欲，更是帮助我们知道在那个辨识里面，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祷告的人。我们也要为台湾人民的安全同心合一的关系来祷告，恳求主来保守在这个地方，在这块土地上，不论执政在野，真的是求主赏赐我们一个从他来公义的眼光。我们也要为百姓灵魂苏醒，回转归向神来祷告，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才读过的经文。虽然我们不好，虽然我们离弃，
但当我们回转归向神，神说他听我们的祷告。这不仅是诗人的经历，也是我们的渴慕。我们渴慕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渴慕主饶恕我们，也渴慕主真的在我们当中公义掌权。也要为暴力不管是各样的暴力，还有物价的飙升、剧烈天气，特别这个7月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件事，就是从来没有温度这么高，很多人都受到热伤害，所以我们恳求主来保守台湾这块土地，还有在这个最近很一直延烧的议题，性骚的议题，选举的文化，恳求主真是以他的公义掌权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都会怜悯，都会爱惜，何况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让我们明白他的掌权，他的确掌权，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他如何掌权，所以我们更是要来祷告，让我们可以参与在上帝的掌权当中。就从我们自己的祷告开始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国家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为国与国之间来祷告。主啊，你以你自己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。主啊，你以你自己让那原来的冤仇没有办法解的，因着主你付上代价，使所有的人的罪都与主你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你从死里复活，是带来那个罪的完全死亡，带来完全的复活，完全的生命。主啊，你以你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同作见证。主啊，你亲自的掌权在国与国之间，不管是党派之间，不管是立场的两造之间，主你都能够来掌权。恳求主你来苏醒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现在这个祷告是因着我们不明白主你的掌权，所以我们开口来祷告。我们为台湾在暴力横行的这个世代，物价飙升，特别剧烈的天气变化，主啊，你掌权在其中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出那合神心意的生活。特别在这个性骚议题、选举文化，还有这些假信息、这些新闻当中，主啊，恳求主你来帮助，让我们的人民是有从你来公义的辨识，让我们的人民是有从你来属灵的苏醒。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也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。主，你亲自来掌权作王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掌管天地的大主宰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你是全智全能的神，智慧和能力都属于你。你掌管时间、季节，你废王立王，你将智慧赐给智慧人，将知识赐给聪明人。你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洞悉幽暗中的一切，光明与你同在。我们的上帝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们的执政团队，你将国度、权势、能力、尊荣赐给敬畏你的人民。你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。你必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、狮子的坑，脱离凶恶的手。你必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你的人，没有别神能向你施行拯救。我们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你的神迹多么伟大，你的奇事多么有力。你的国度存到永远，你的权柄存到万代。要叫世人知道，至高者在人的国度中掌权，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求你使执政团队接纳出于你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除去罪恶，以怜悯弱势除掉罪恶，使我们的平安可以延续。你的主啊，你的作为正直公平，你必使行事骄傲的人降为卑，使暴力的人羞愧，使不合你心意的性别歧视与骚扰、不实指控的选举文化，在你的圣洁中无法站立。愿一切赞美、尊崇、荣耀归于天上的君王。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感谢主的掌权，他透过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对齐他的心意。我们要继续的来为教会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为
这地的教会来祷告。教会不只是指的是堂会，更是指这一群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的人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2篇18到22节，请。要为后代把上主的作为记录下来，让那些未出生的人晓得颂赞他。上主从至高的圣所俯视，他从天上观看人间，他垂听囚犯的呻吟，他释放被定死罪的人。这样，人要在锡安传扬上主的名，他们要在耶路撒冷颂赞他。那时候，万国要聚在一起，万民要一同敬拜上主。有人说，这一首诗篇是在被掳的时候所写的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人，如果他还懂得敬畏这位上主，其实他在一个非常挣扎的处境里面。就是主，我们敬畏你，然而我们生活的实况却是众人远离你。这不就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个世代的挑战吗？这不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挣扎吗？这不就是教会之所以是一群罪人的聚集，但是我们又好像在那最终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、赦免、饶恕，并且神要我们在当中活出他的荣耀，分别为圣吗？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诗篇里面，102篇好像在讲一个悲惨的情况，但同时也在讲一个未来的盼望。103篇的诗篇当中，我们刚刚有一直读到青春常驻，然后要怎样？返老还童，就像老鹰一样。但是我在周六礼拜的时候，我有很清楚的说，什么叫做返老还童？像老鹰一样，像老鹰一样，这表示他必须要经历一个重新更新的过程。有人说，老鹰呢，大概在40岁的时候，他会面对到非常大的挑战，就是生命的挑战。在40岁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喙，就是前面的这个嘴巴长得太长了，所以他要吃东西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好好吃。然后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，他羽毛越来越厚，所以他没办法像以前飞得这么快，飞得这么轻盈了。所以他要抓猎物的时候，其实很大的挑战。有人说，这个老鹰到他40岁的时候，他的爪子、指甲可能已经太长了，老化了，所以他要抓的时候就没办法如他所愿的直接可以抓到猎物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就是需要更新的时候。所以我说，老鹰会怎么样呢？老鹰会去找一个很高的地方，去找一个有石壁的地方，然后他会用他那个很长的喙去撞，去把他的喙撞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不这么做，刚刚所讲的都是跟他的生存有关，他就会活不下去。他就必须把他的喙撞断之后，让喙重新长出来。他必须把他的指甲想办法拔掉之后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拔掉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痛，但我确定，如果人拔自己的指甲是一定会痛的。他要拔掉，让它重新长出来，然后重新长出来的喙要再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把他自己的羽毛拔掉，以至于他的羽毛变成轻盈，
所以他可以如鹰展翅上腾。他在讲的返老还童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，我们的教会需要不断的更新，我们这个信仰群体需要不断的更新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再活30年，我们的灵性可以再活30年，我们的生命的盼望可以再活30年，我们的生存可以再活30年。所以我们青春常驻，如鹰返老还童，就是在讲这个意思。神正在做事，他在教会做新事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新事，他透过教会的事工做新事。你有发现他在你生命当中做新事吗？这个礼拜的夏令营同工一定有感受到你的生命正在做一件新事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营会当中因着营会而调整自己。从最基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作息，每天几点起床？6点半、5点、4点，跟你平常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。年轻人能不能早起？一定是可以的，但是什么原因我们愿意早起？什么原因我们愿意更新？什么原因我们愿意改变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盼望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着的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机会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来为教会祷告，因为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，是一个让人有机会的地方，是一个让人生命有盼望的地方，是一个能够遇见生命的源头的地方。我们要来为教会祷告，我们在上面有写，为个人透过上帝的话能够认识生命，能够认识上帝对生命的心意。为手把手祷告手，今天我们开议会，中午全部的人都去吃饭了，刘牧师还在线上，一个人坐在那个开会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想要祝福家庭。我们的牧者团队各自分工，目的就只有一个，要建造教会。我们要为7月礼拜更新灵修成长营来祷告。你不会祷告吗？你不知道什么是祷告吗？邀请你参加7月29的灵修成长营，为小组的关怀牧养栽培领袖来祷告，为爱幸福讲座桌球班，好，特别邀请大家，也是我们的这个桌球班，可以来当志工，可以一起透过这个时间来祝福这个社区，也为夏令营来祷告。夏令营进入到第3天，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学习，很多成长，很多的改变。我们也要为 Passion 的讲座，还有8月底的 Passion 营来祷告。我们也为暑期当中儿少亲跟家人都能够经历神，还有在教会社区跟邻舍都有合一的关系。我们要开口，我们要来为教会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全地的主，你是使我们青春常驻、如鹰返老还童的主。主，你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一直经历更新的主。因为主，你要我们的生命不是走向灭亡，不是走向失落，不是走向没有盼望，而是要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能够更新，能够领受那永远的生命，是永远活着的生命，是对生命有盼望的生命，是能够跟过去和好的生命，是能够走向未来的生命，是能够饶恕的生命，是能够给予机会的生命，也是能够接受机会的生命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认识你的人都因着来到你的面前，都因着在这个每一天当中的生活，我们不论是经历事工，不论是经历这个个人跟你之间的关
关系，我们都在里面被更新，我们都在里面来经历盼望。而且我们不仅是经历盼望，我们将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盼望化为行动，带给我们的教会，带给这个社区，带给我们生命周遭遇见的这些人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过去真的不认识你，甚至我们也正在认识你，但主，你早就认识我们。主，你按着你的心意创造我们，我们都不一样。但是主，你让我们在这不一样当中看见，我们就像你所说的，主啊，你创造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件艺术品，都是独一无二。而这独一无二的设计，是为了要活出那独一无二的使命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你让我们因着认识你，我们活出那爱的关系，活出与你和好的关系，活出见证主你爱的关系。所以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看见许多的人认识你好像不多，但是我们已经学会在行动上以爱来回应，付上爱的代价，领受爱的能力，一天比一天更多。主啊，谢谢你透过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祷告，主啊，你再次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认识你有多少，你对我们的爱都没有减少。不管我们的过犯，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的不好，但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因着我们转向你。主啊，你再次称我们是好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的心意是让认识你的人向不认识的人来分享你有多爱我们，你有多看好我们。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愿你的教会成为能够活出你心意，能够带出爱的回应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透过这个祷告会，我们再一次对齐你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在最后的时间，我们要一起再次用这首诗歌，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再一次来跳这首诗歌，赞美主圣名。跟着我们的以晨来跳哦。赞美主圣名，赞美主圣名，你名在地何其美，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诉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。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，用我们的舞蹈，用我们的声音来把我们的赞美说出来。赞美主圣名，赞美主圣名，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
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，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。给我们自己，也给上帝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。主耶稣，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得丰盛的生命，得被医治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有更新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有各样享福的生命。主，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着这样属灵的福气的生命。谢谢主，天父上帝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患难困苦的时候，让我们躲在你的翅膀荫下。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在你那里有医治，在你那里有应许，在你那里有 GPS 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在你那里有永恒的福乐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你就是这样爱我们。你甚至赐下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，感动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要得着怜悯。我们需要医治，在你的宝座就有医治。我们需要你的供应，在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大大张口，你必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主，这些年轻人需要智慧来选择他们前面的道路。求你赐下你的智慧，充满在他们灵里面。敬畏你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让他们懂得认识你，敬畏你。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懂得敬畏你，认识你，让我们过的是智慧的人生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的敬拜愿你悦纳，今天晚上我们的祈求愿你来供应，来赐福，来医治，来带领。谢谢主，我们再一次将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这位神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将你的平安，将你的喜乐就赐在我们当中。谢谢耶稣，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再拍掌大声一点，哈利路亚。